会当由中测的人员参照附地一图，甲其他的可靠资料办理什么作业。哦，合作机构。哎，恭喜答对。哦，协助执政，协助执政。安尼一寡田园里迄个做溪仔内底安尼。北平2点的，无法度煮啊！啊，要个煮啊，你就煮啊。正业面积好有了，嘿。哦，面积有。我就是溪底，我要煮我是溪底的。对，北平2点拢溪底。这是有顺序的吼，先你也是无来哦。溪啊，偌久有诶，敢知？哦，溪啊，清朝时代呢。敢是迄金枝溪迄个改道。改道。哦，安尼啊，较早你会来迄边啊？较早是迄边啊。对啊。啊，毋是经过地上桥。继续的，迄边的。哦，经过地上桥，用落南去。啊，若收到调主的记录，15天之啊，若是感觉无满15天之啊，用反而提出要确定境界之数。地上图重测应该公告几天？差唔多30日了，1个月了。30天哦，啊，就讲。今年哦，预定9月25号到10月25号办理重测的公告。土地所有权人吼，无伫期间内设定界标、交流指界，重测期间才当申请第2号中。1、2、3。袂使啊。那位红色的。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可以啊，不可以，恭喜答对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来吼，迄无指界是袂当第2号中吼，后一条。第7图重测结果公告30天内底到包含假日，假日到伫公告的期间之内。有啦。再想一下，有啦哈。就是我们的那个公告期间吼，有包含假日，就是第一天啦吼，30天。然后也可以到我们就是假日的时候，我们所要的公告场可以来看。重测公告的结束了，会当伫当市的其他地检署所外传真无？敢要交费用？好了，好免啦。来，唔免啦。没问题。该当伫其他地检署所外传真。会啦。会哦。要交费用？唔免啦。哦。来，恭喜答对。哦，真好哦。会当迄种吼，其他在伫当市的地检署所拢会当去申请。哦，真好啊，真好啊。而且拢唔免费用。哦。今仔感谢各位的参加，感谢各位。哦，谢谢。安尼好，感恩。哎呀，那落甲当机啊。无空间去啊，落甲无空间去啊，土地盖标。啊，小姐好，这个去哪里买？在吗？你要买这吗？你有啥物需要吗？因为即摆你若申请感觉阮地震的家己炸盖机去帮你。好，谢谢。所以你唔免家己买。好，唔免家己买，谢谢。啊，人迄旧的无拢无迄种。无啥。旧的远无拢无迄种呢。家都不需要。好。啊，讲家去买来订袂使啊。哈哈。要改没让我给。哈哈，谢谢。